呢度一紮男男女女粵語應該點樣讀，又係咩意思呢？第一個字咧，上期就已經講過，有人話聽唔清係點樣讀。呢個字粵語係讀困難嘅難，係爭吵嘅意思。第二個字咧，好多人都識啦，欲編解釋為氣相擾也，意思係嬉戲擾亂吵鬧。粵語引申為生氣惱怒，比如嬲爆爆。呢個字咧，欲編注音為惱，解釋為搖腦也，有嬌媚妖嬈戲弄嘅意思。比如講發惱，其實就係粵語講嘅發姣。大家可以想像一下，兩條女就夾住一個男人，最經常出現嘅場所咧，肯定就係夜總會啦。兩條女夾住你，仲向你投懷送抱，梗係唔係因為中意你啦，其實係為咗你嘅錢喺度玩緊你。呢個就係兩女一男呢個字嘅本意啦。第四個字咧，雜韻注音為男，解釋為男語音或作男。其實就係一男一女親密無間，喃喃細語喺度享受緊幸福時刻。